今日我就係嗰個人啦。咁我呢排冇拍呢，我冇拍片呢，就係因為冇時間要考試。咁我而家聽日都係要考試嘅，所以呢，我就趁今日有時間再講一講啦。咁今日呢，只係一個介紹角色嚟嘅啫，介紹一個角色嚟影片。咁今次就介紹真人咯，普通打。下打，向上打，一技能，跳一技能，跳加一技能，二技能，衝刺，防禦。普通三技能，黑閃三技能。黑閃呢就係要撳兩次三嘅，撳兩次三技能嘅。你唔可以似虎杖咁樣連擊嘅。四技能，可以轉動嘅四技能。唔可以向上飛，但係可以向下飛咯。拗技能，拗技能打人，拗技能，然之後撳咗一次拗技能嘅普攻，撳咗一次拗技能嘅向下打。上勾上有兩種形態嘅，第一個攻擊速度好慢嘅，佢嘅上普通拳啦，啱啱就係撳一次拗嘅人嘅衝刺。如果途中閃過嗰下呢，掂到人嘅話呢，都會受到傷害嘅。呢個都係。咁佢嘅向下打，佢嘅向上打。冇向上打。係咯，冇向上打。撳咗一次拗技能嘅三技能，鐮刀。撳咗兩次三技能，撳咗兩次拗技能嘅三技能。唔可以用黑閃喎，即係唔可以黑閃咯。黑閃嘅殺人嘅必殺技嘅殺人。OK， 咁都係一樣。個繩如果你好近，佢敵人好近呢，係會受到傷害嘅。一嘅人如果你連續打到兩次咧，佢就會自己爆死嘅。但係咧，佢仍然會計時間嘅，撞到一次嘅話，要等嘅。二嘅人，普通二嘅人，撳咗一次拗嘅二嘅人，撳咗兩次拗嘅二嘅人，可以撳住人咯。
可以一直打嘅。如果你打煩咗啦，就撳一嘅人、3嘅人。再演示一次啊嚇！因為你可以無限打嘅，撳咗2次 out 嘅人嘅2嘅人，無限撳。大極級，只有呢一招係啱啱個係好嘅咯，冇其他好嘅人㗎。如果你撳咗變隻手變咗好肥嗰個，咁4嘅人，佢開啟領域嘅時候咧，即係佢開啟咧係比較慢嘅，所以好容易俾人打斷。我搞一個好用嘅方法俾你哋聽，俾你哋睇，出咗去先。你可以咁樣揾啲好短，類似呢啲啦，類似樹咁樣呢啲地方跳過去。即係好似我啱啱揾再撳領域點開，就好難會俾人打到㗎。喺個領域嘅有用處，如果你陪人哋好近咧，人哋就會好快就會死㗎。等陣，我再試多一樣嘢先，俾大家睇下。OK， 咁如果你撳一次呢條撳一次呢個覺醒條咧，再撳多次呢個覺醒條啦，你就可以攞黑閃㗎啦。傷害唔係好高，但係你咧，佢係會計你嗰個，係會計你嗰1嘅人啦。如果你打中嗰個，你打中咗同埋冇打中佢，都係計你嗰1嘅人消耗咯。之後你就會即刻，你唔可以撳其他掣嘅，你會即刻俾佢變成咗嗰個最強嗰個，係真正嘅人晒。嗱，咁佢普通打，向下打冇得嘅，向上打冇嘅，即係只可以普通攻擊咯。而如果你撳嗰個 R 即係星星嘅人咧，就冇用嘅。撳衝刺，一掂到佢咧就可以攻擊㗎啦。佢即係佢 R 佢衝刺嘅人係有攻擊傷害嘅。1嘅人喺紫色圈入面嘅人咧就會死亡，就會俾人攻擊到咯，黑閃咯。喺殺咗人哋嗰下，即係你殺咗人嗰下，你用1嘅人先至會有黑閃咯。你點樣撳都唔會有黑閃㗎，如果你冇殺到人哋嘅話。2嘅人，你可以咁樣。3嘅人，佢推撞緊嘅時候都會有傷害嘅。
搞一個連燒都可以。直接打，然之後再用再用普通打4下，再用一個人咯，咁就肯定殺得死噶啦。再演示一次。如果仲未殺死，就即刻再用一個衝刺。重新再嚟過。你都可以直接用一嘅人啦，但係你追住人哋咧。OK， 4嘅人係咁樣嘅。而佢係一個防禦嘅人嚟嘅，喺佢呢度咧，冇一個人可以生存，無論係幾遠咧，只要人哋打到佢咧，都可以殺得到嘅，除非係嗰個機械人極大機械人咯，即係機械人嘅覺醒，變成一個巨大嘅機械人。咁佢嘅防禦咧，陪佢呢個咧，陪佢4個人咧都一模一樣嘅，所以你可以呃人哋咯。但係咧，腳上面咧，一啲玩咗好耐嘅玩家咧，又可能會知道，因為4個人係咁樣嘅，隻腳有分開嘅。而普通防禦嘅人咧係咁樣嘅，4個人隻腳係擘開同埋分離咗嘅。普通咁樣防禦嘅話就係冇離開嘅。咁我搞一個連招啦，就完啦。追住人哋打咯，然之後如果你仲未殺死你咧，就即刻再用多個。如果你打殘血啦，真係打到最後啦，用咗1個人啦，仲未殺死啦，你就可以人哋，然之後咧，你本身諗住用一個衝刺嘅。然之後人哋突然間就打你啦，咁你就可以用4個人咯。你亦都係可以咁樣嘅，佢普通差唔多，吸佢過嚟。combo 第2個。都係殺唔死嘅。然之後再衝過去就殺死啦。如果真係唔得咧，你就可以咁樣，可以向第2邊有地方嘅空隙，仲2嘅人，然之後仲3嘅人，然之後就用最後呢個衝刺嘅人就打死啦。咁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